前辈，帮我看住他们俩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想出去？只能是我去。王叔，王叔的佛珠呢？没带着。这就是你的全部手香。王叔可否介意不说话？跟过来。我随世子过去，你们留下，我陪王叔单独聊。王明银死了，天下第11名不虚传，幸好小侄身边有两袖青蛇的李淳罡。剑神犹在，就在方才那辆马车上。那你还敢跟我过来？为何不呢？留在李淳罡身边，或许你还能保住这条小命。王叔又不杀我，我担心什么？不杀你，我请来天下第11做什么？王叔若真要杀我的话，大军出击即可，何必请什么江湖人士？那你觉得，我让王明银刺杀你，是为什么？芦苇荡这场刺杀，是杀给别人看的。杀给谁看？京城啊，皇帝啊。北凉尾大不掉，青州又何尝不是统领大军？都是藩镇。王叔若不刺杀我一场，当今陛下怎么能对您放心呢？原来你也知道，青州和北凉注定为敌。大势所趋罢了。原来呢，事情很简单，你只要把王令权交给我，你就可以离开荆州。可现在，你我都无路可退了。那是徐骁想的办法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我自己找生路。挑剔本王王妃，就是你找的生路。再相反，乃至整个青州，人人皆知，王叔最宠爱的，就是王妃裴南伟。青州境内都知道，晋安王将王妃裴南伟视作珍宝。世子赵寻呢，曾经痴迷裴南伟，后来呢，被晋安王娶做王妃。成亲之后，晋安王对王妃宠爱有加。那不仅仅是襄樊城，整个青州，都知道王妃是晋安王最爱之人。而我呢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靖安王到底是怎样的人物？当年众王夺嫡，王叔城府最深，麾下嫡系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显山露水，只是时运不济，才败给当今圣上罢了。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一个城府如此之深的人，怎么可能会让全青州都知道自己的弱点？王叔若是真宠爱裴南伟，只会把他深藏府中，绝不让人知晓。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？退回去！晋安王好慷慨啊，居然让自己的王妃给我们陪葬。一个有弱点的人，自然会让人放心。只是，只盯着表面上明显的弱点，会让人忽视真正的危险。裴南伟是我的弱点，只是王爷自己造出来的弱点罢了。
推给人前看的。现在聊的是杀不杀你，你跑题了吧？王叔送来的弱点，正是小智的生路。王叔其实心知肚明，一直有一条可以光明正大放我离开青州的理由，而且还不会遭到朝堂猜忌。送职千里。当我看到这4个字的时候，我就和裴南伟说了，王叔的这句话有2层意思。2层意思。第一层好解释，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我归西。第一层嘛，是给天下人看的。我调戏王妃，惹来杀身之祸。第2层意思呢？这第2层意思，王叔是在送礼，把礼物送给小侄，送至千里之外。礼物是什么？那自然是裴南伟了。本王把自己的王妃送给你，这才是王叔不杀我最好的理由。小侄好色荒唐，胆大包天，不仅调戏王妃，还把人掠走了，最后以王妃性命要挟王爷。王爷无奈，只能放我离开青州。更妙的是，这一放之后，朝堂绝对不会担忧青州和北凉暗中联盟，毕竟夺妻之恨绝无转圜余地。若本王真的想放你走，又为何要闹这出芦苇荡刺杀呢？不刺杀的话，朝堂怎会安心？假刺杀，刺杀不假。我若真的死了，那就说明我没资格做王叔的盟友。盟友？有深仇大恨做掩护，青州和北凉未来或可同舟共济。前提是等你继位北凉王。王叔就不想试试，再去争一争的位置？徐骁生了一个好儿子。方才乔建姑娘动手了，我们都要杀徐凤年，可以联手合作。1000两黄金都是我的，滚！不然杀了你。滚！好嘞，那我就先滚了。
这本刀谱是本王从武帝城求来的。既然你使刀，总会用得上。那这木盒呢？里边是半柄木马牛，李剑神的佩剑。正是。虽然被王仙尊折断，可就算是断剑，在剑神手中也是神物。提前准备。您是早就知道李淳刚与我同行，就知道李淳刚在，才放心让天下第11出手刺杀。刺杀就得真实，可是也不能让你的脑袋真的搬了家，不然徐骁那个老疯子，铁定马踏青州。王叔，我是想礼佛，可没打算自己去西天极乐呀。你可以走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花了1000两黄金，让一个女孩杀我？有这回事儿？和合姑娘是你训练出来的杀手？你问太多了。最后一个忠告：不要带裴南伟去武帝城。这个女人有问题，我怀疑她是故意接近我儿子，所以，我干脆先把她娶了。他走了。没错，把你留下了。你就不想问问，我准备对你做什么？我倒是有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送走王灵泉，约我来芦苇荡，是早就猜到有一场刺杀。是有准备。你给了王家生母，可最后还不是让凤子颖为你冒险？这些人，全都是因你而死。徐凤年，你的慈悲可真虚无。放肆！这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凤子营100人随我出北凉，雨中玉伏将红甲，战死45人。春神湖船战，又有2人牺牲。今日一战，所剩者不足10人。这些战死者和王勃一家一样，都是我北凉子弟，但他们身本不同。王勃一家是普通人，而凤子营是军人。军人的意义，就是用自己的血和剑，保护像王勃一家这样的普通人，平安无恙。所有的这些牺牲，我记在心里，我很难过。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，我还是会这么选，因为我无法逃避，我也不会逃避。自始至终，我徐凤年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同面对上司。能与世子并肩作战，是
是凤子营的荣耀。世子，青鸟还没醒，人在那辆车上，有人守着。幸亏我撑住了，要是让靖安王看出我身受重伤，还不一定能放我安全离开。你倒是做了个好买卖，一早就想着劫走王妃。要不是靖安王给机会，也不会让裴南伟来芦苇荡送信，大家心照不宣罢了。你和那老狐狸心照不宣，一窝火。他是狐狸，本世子是雏凤，反正都是禽兽。你这画风越发犀利了。说到禽兽，我想起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还记得在青城山遇到虎魁被杀，那时候我在林里走散，见到有人骑着巨兽呼啸而过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杀了虎魁。我看见了，从我跟前跑过去的。长什么样？跑太快没记清楚，就记着黑白杂色，而且背上还背了个人。现在想想，那背影和刚才刺杀你的那个丫头特别像。你是说虎魁是呵呵姑娘杀的？那他从青城山就跟着我们了？不对呀，那个时候还没进青州城呢。难道他不只是为了靖安王的千两黄金杀我？他在骗你。那他是在灵州城卖酱牛肉就伺机想杀我？也不对呀，这么多年那么多机会，干嘛等到现在才动手？哎，你到底跟那个什么嘻嘻哈哈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买肉的时候见过几次，我都不知道她名字。我看她整天笑呵呵的，给她起名叫呵呵姑娘。还有啊，靖安王提醒的对，裴南伟不能跟我们通行。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你眼睛都在流血。这便是七窍流血吗？听说过这词儿，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亲身体验。再体验下去就得死了。前辈，除了上次说的毁丹田，还有什么生路？有，请前辈明示。消化真气，脱胎换骨就能活下去。脱胎换骨？大黄庭在你体内潜藏，日积月累的慢慢融入经脉，虽然稳健，可消散的越快。本来按照这样下去，最后你能接受的最多也就30%。如今那个丫头将你重伤，气息紊乱。如果你能够趁此机会强行吸收，成功之后，大黄庭你起码能吸收50%以上，这对你来说就是脱胎换骨了。也就是说，不但能活，功力还能长。不，强行吸收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经脉冲破，有如千刀万剐，那种痛你能熬多久啊？需要挺多久？不知道需要多少时辰。这期间每一刻都有如伸手挂线。一旦开始，便无退路。只要你放弃了，立时经脉寸断而死。这种痛，不是人熬的。我想试试。你身为北凉世子，已然位高权重，就算你不会武功，你何必冒这种险呢？老黄挑战王先知而死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替他再战一场。就为了见九皇？我娘的死，凶手为之。将来，我要亲手为他报仇。决定了。是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死了不能怪我。不怪前辈，是我自己找死。你不劝他？换了我也这么选。行，把衣服脱了，选个舒服的姿势坐好。小子，你坐稳了。我现在将真气帮你导入经脉，之后就靠你自己熬了。多谢前辈。来。
开始了，忍着点。停车！前辈，你们帮不了他的，这千刀万剐，要他自己扛。再疼也比死了强。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嗯？怎么没声了？疼了那么久，怕是喊不出声，也没力气动了。这都几个时辰了，还要熬多久啊？那得看他自己。那熬不住呢？哎，熬不住就得死啊！前辈，世子若死了，我们这些护卫怕是都要陪葬。还请前辈救世子一命。没办法。我看世子是熬不住了。世子养尊处优，哪受得了这份折磨？事已至此，不如想想自己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投靠北凉，一是找个依靠，二是跟王爷求那本白帝抱不绝。不过投靠归投靠，我可没打算把命交出去。你要走？世子一死，谁知道王爷会怎么处置我们？现在走，兴许还能寻条活路。逃兵当斩首论处。我是护卫，不是军人。宁将军，让他去吧。许丰年是熬不过来了，我劝你们别想想后果。这就尴尬了。你说你晚走宾客多好。请世子治罪。我以为你会逃。既然世子没死，留下来，好处会多一些。起来吧。世子，这种人留不得。我会把那本《白帝抱朴诀》给你。舒修愿为世子效死。这就是场面话了。你我都清楚，你不愿意死的。不过没关系，用人嘛，不一定非要同生共死。北凉那么大，怎么会容不下一个舒修？徐骁之后又是世子，北凉气数当心。这附近有溪流或者水潭吗？这衣服都粘上了。
呵呵，刀枪不入的麒麟甲。什么刀枪不入啊？还不是被呵呵姑娘一手刀打成这样。那丫头功夫诡异，要没这套甲，你已经死了。可惜没有第二件了。反正也用不着了。大黄庭几重了？按武当的功法算，有4重了。你真是踩到狗屎了。王重楼自己也不过6重大黄庭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呵呵姑娘。你把命给她就是谢礼。前辈，我现在算高手了吗？高个球，倒是心性还算坚韧。那您考虑不考虑，传我几手上乘剑术？用刀的非要学剑术，兼容并蓄嘛。贪心不足。这就是两袖青蛇，到武帝城之前学不会，就是跟你无缘。您要把两袖青蛇传给我？传就传呗，你也未必能学得会呀。看什么？靖安王不是把木马牛还给您了吗？怎么还拿着木剑？我给扔了。扔了？为什么？断了的剑，拿它做啥？那可是名剑，你舍得？到我这境界啊，铁匠铺找把盾剑拿着一样是剑神。您什么境界啊？天不生我李淳罡，剑道万古如长夜。夸自己夸到这份上，世间罕有，已经谦虚了。歇够了，也该走了。对了，前辈，您有考虑过成亲吗？您觉得裴南伟怎么样？你是在水里泡糊涂了啊？说真的啊，这位王妃啊，那可是个烫手山芋，连靖安王都觉得她来历有问题。咱们这一路要是带着她，不知道惹出多少麻烦来。可又不能把她送回襄樊。要是您肯接手的话，肯定镇得住她。滚蛋！魏爷爷，世子，前辈，青州骑兵追来了。不应该啊！靖安王要杀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是世子少巡，为王妃而来。看看，麻烦来了。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又见面了，这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？把人交出来。哪个？接我靖安王妃，你是我青州无人吗？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拦人，你爹不知道吧？这是我青州与北凉之争，与江湖人士无关。哼，怕了？凤子营请战，愿擒下此人，交与世子发落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问问他，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，我就放人。你都听见了，想不想跟世子回襄樊？瞧，不乐意。怎么可能？定是你胁迫于他。别他呀他呀的，论辈分那是你娘。准备冲阵！世子，路球有罪，千刀万法，世子受苦了。世子，世子，路球来晚了，世子，世子快给路球看看，世子受伤没有啊？啊，后边没有。秋山这怪物也来了，还有李淳罡。
这个怎么杀小舅子？太难了吧？疯子要殉职，这世子受伤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世子，谁呀？啊，靖安王世子，来冲阵的。那可真好啊！哎，楚禄山，你身为三品武将，怎敢私自带兵出北凉？废话这么多，宰了吧。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，宰了说不过去。这好办呐，全宰了，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。都听见了，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，一会儿打起来，我可拦不住他。世子，楚留山以残暴出名，真要骑兵对出，恐怕难以取胜。今日之耻，来日必报。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？回相反，等会儿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刀还我呀！走。还是世子官人。要我说，这种货色宰了也就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义父让我来的。徐骁啊，他不是在京城吗？义父说有药鹰送来见罪，我便率本部骑兵来青州寻世子啊。哪儿来的药鹰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天我看见药鹰来了，我就出发了。还好让我赶上，没让世子受委屈。等会儿，他让你来青州干什么？他没说呀，只说让我听世子吩咐。要不，我随世子去武帝城吧。胡闹！那世子说我该做些什么呀？回北凉。啊？我这么大老远来的，你让我回去了？要不，你让他们回去，我一人留下。你是从三品闯青州已经是极限了，再跟着我京城怎么想？那我就辞官了。胡扯！大乔丹，世子，闭嘴！我说这等会儿，等等。这么说起来，还真有事要交给你办。这就是靖安王妃，是挺水灵的。这两个人，你给我送回北凉。把我交给楚禄山，还不如杀了我。哎，你瞧瞧你这什么名声！王妃放心，虽然我楚禄山什么脏事都做过，但唯有一样，世子交代过的人，打死不碰。青鸟送回府上，好好调养。至于他嘛，毕竟身份特殊，不能留在府里。不如我寻个院子，把他藏在胭脂郡。倒也可以，不过得保密。陆球明白，谁都不说，好好守着，就等世子回来慢慢享用。什么叫我慢慢享用啊？这位论辈分是我婶婶，所以我才要保密呀。少废话，把人看住就行。遵命。我知道你身上藏了秘密，等我回了北凉，慢慢问你。世子，你醒了？我不回去。你身上有伤。青鸟愿随世子同行。楚禄山不会随行。大师傅，
您要亲自出手？我不能露面。您不出手，还有谁能从李成刚手上杀徐凤年？就算我出手，也未必能胜过李成刚。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如今5具福将红甲，就剩下1具金甲了。去龙虎山吧。龙虎山，找龙虎4天师。去后山深处，无底潭边找钓鱼人。要直面李成刚，只有靠这一位出手。您说的这个钓鱼人，是隐士高手吗？可是人家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帮我杀徐凤年？他叫赵皇朝，身上也流着皇室的血脉。皇族，许家终究是皇室的心腹大患，从这一点说起，他应该会出手。徐凤年一死，我得亲自在旁推波助澜，才能让徐骁反出京城，导致天下大乱。你就有了夺取社稷的一线机会。多谢大师傅，担心接力。一切谋划都要从徐凤年之死作为开端。我明白，这个小舅子一定要死。您千万保重身体。这一路上，如果有人对您恶语相向，您都记着，回头一家家灭门去。这话你都敢说，你是连军法都不怕了？您比军法重要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你上上心。王林泉一家已经回了北凉，你帮我照顾着点，别让王家受委屈。世子放心。吕钱塘战死在芦苇荡，这是他的骨灰。你也帮我带回北凉，找找林家最后安家在何处。他临死前说，想把自己的尸骨撒在江里，但我觉得他还是想回家的。让他回家吧。我一定办好。世子保重，驾！于右威到哪儿了？就在前方不远。咱们先去找于右威会合，再继续东行。是。你呀，一时气血不平，睡了一会儿，已经好多了。世子，我还可以驾车的。别废话，好好养着。下一站去哪儿？江南，去见我大姐。楚留山是徐骁派来的吧？是。来的还够巧的啊。我以为自己没选他给的路，但是到头来，我的一举一动还是在他意料之中。哼，那是你爹啊！天底下没有比他更了解你的，他给你织的网啊，你逃不掉的。
出发。青州的消息传过来了，你儿子色胆包天，竟然把靖安王妃给掳走了。我听说啊，靖安王是一怒之下砸了佛堂，还请了天下11王明银出手刺杀。倒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把李淳罡都请出来了。你儿子李王妃要挟，靖安王只能放他离去。可这一下子，你们北凉和青州的仇可就结深了。恨北凉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一个赵恒。你和世子如此荒唐，你怎么想啊？我没什么可想的，那得看看陛下怎么想。陛下很高兴。哦，如此荒唐的世子，对陛下来说很适合北凉。哎，那你说说，这陛下打算什么时候见我？等等，再等等。你儿子出青州过豫州，很快就到扬州江南道了。凤年这孩子重情，老想去看他那个大姐。江南的消息你知道了？我人在京城，眼瞎耳聋的，我能知道什么？听说，你的大女儿在江南道行事放荡，与别人私通。卢家把状子都递到圣上驾前了。这一步绝了！如果呀，你没留意杀机暗藏，这支棋你输定了。没救了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棋手最可怕吗？一步失算，料敌先机。哎，搅局的棋手最可怕。不算，重来。师傅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不连胜你3局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你看姐姐，被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呀，来吧来吧，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姐，
做什么？卢家门风清正，到头来被你这个放荡女坏了家风。徐之火，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闹得全城皆知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羡慕吗？你这个无耻荡货！可怜呐，你怕是想做荡货，也没人要。我撕了你个嘴！你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二乔，让开！放开我！不是要撕了我的嘴吗？请吧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。动不动手啊？书还没有看完呢。卢家娶了你这种女人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小姐，卢家人越来越过分了。你还笑？我当然要笑了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弟弟要来了。这么一算，应该再有2天，凤年就到阳城了吧？终于到了。进城先问问卢家怎么走。世子，要不等一下后面的马车？我先去找我大姐，让他们后边会合。世子，怎么了？李贤妹说她饿了。也是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确实辛苦了。那先不着急，进城找个酒家，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，再去卢家。好。世子，已经去接李前辈他们了，车马慢了些，咱们先吃。也好。先点吃的，一会儿问路。嗯，好。哎，二位，我听说啊，北凉世子要来阳城探望他大姐。这一个是不学无术，一个是不知廉耻，这对姐弟还真是一类人呐。我听说啊，这程斋先生的夫人将徐之虎骂作是两脚香炉，这件事啊，京城都知道了。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宫里啊有个娘娘，跟程斋先生的夫人是同族，按辈分算啊，娘娘叫她一声侄女。徐之虎他这般浪荡，他卢家这点脸面往哪儿放呢？卢家的事儿，说给我听听啊。我就是在想，徐骁这样的人，走一步他能算10步。他为什么同意我们跟着徐凤年东行？我总觉得我们也会变成他手里的弃子。现在怕也没用，等事情临头了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不坐在前面那辆马车里啊？见神还打呼噜，吵死我！我也不明白了，那2个小家伙在我边上上蹿下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一到李前辈跟前，乖得跟小猫一样？那老头武功高，镇得住他们。所以说，武功高还是有用。当年西楚高手如云，最后还不是灭国了？那是北凉太可怕。国战初时，咱们楚国还是占了上风。我听说杀了黎阳朝不少大将。当年卢家嫡子领军被擒，被父王赐死了。
哪个陆家？你说杨城这个，徐志虎的婆家，那跟你不是深仇大恨啊？他们又不知道我身份，别担心。前辈，怎么，到酒楼了？卢家就在附近，前辈可以在卢家用饭。我都行，到了叫我。到了卢家之后，麻烦前辈帮我照顾好他家。还有，千万别让卢家知道江离的身份。你不跟着去啊？我要去江心郡找一个姓刘的人。要杀人？要弄清楚，他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先生和徐知虎什么关系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啊？是有了私情吗？刘先生是何等人物，文采经世，家学渊源。哼，这大货之前在报国寺遇上了，就没脸没皮的勾引人家才子。刘先生嗤之以鼻，根本就不理睬他的。然后可巧，被这刘先生的夫人给撞见了。这刘七可不得了啊！听说跟娘娘都是亲戚关系。听说娘娘叫他侄女儿，那可不是嘛？怎么能容得下这种荡妇啊？你们猜怎么着？直接呀，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，打的是解气。如今阳城人尽皆知，我们卢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并非如此。哼，你还想替他抵赖啊？走走走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算了，受委屈、被误解，心里自然会很难过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哭。眼泪啊，要留给心里最重要的人，知道了？嗯。北凉世子徐凤年车驾过阳城，请。打听过了，这里确实刘丽婷的住处。这人口碑如何？都说他文章不错，从小就很有才名。家族呢？刘家在扬州，只能算是二等末流氏族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卢家在扬州是1等1的名门，家主吴道林官拜礼部尚书，还在京城兼国子监右祭酒。这等人物，就是张居禄撞见了，也要讲几分情面。可刘丽婷多大胆子，敢惹卢家的媳妇儿？世子，全城都知道，是小姐先动了心，不是刘丽婷先招惹的。我姐何等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这男女之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够了，真相如何，一探便知。淑修，看你的了。阁下是？在下卢东阳，卢府管家。卢管家好，北凉世子徐凤年路经此地，专为探亲而来。这倒巧了。
卢府今日不会客，各位请回，择日再来。啊，我等初到阳城，并无住处，这与我何干？或者卢管家帮忙通报我家小姐。徐之虎败坏家风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卢管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还是麻烦卢管家通报一声。你干嘛？这家伙故意羞辱人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看不过去啊！哎呀，你忘了卢家和楚国的仇了，还往外跑，你不怕他们认出来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谁认得出来？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哎呦，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这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别闹太大。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其实一直都很简单。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！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。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来给我吧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忙你的去吧。这人就琉璃亭，其他读书人讲究君子远庖厨，他倒肯亲自下厨，也算难得。娘子啊，是我。我姐不会看上他。世子如此确定？我姐心里有人了。卢家病死的公子。我姐心里的人在武当山。武当山，那不都是道士吗？去办事吧。来，娘子，尝尝这个汤，我可是熬了很久了。还气呢？那气坏了身子就不好。气死拉倒，刚好趁了你的心。我实在是冤枉啊！你也知道，是那大妇主动缠我，实在是无妄之灾。那女子可比我年少。娘子，我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怎么会对那种荡妇动心？你怎么就不信我了？那女子不知廉耻，你以后少去见她。不行，避之不及，早会相见。尝尝啊，别生气。夫人还没动筷呢，等吃完了再来收拾。这一下来越发没有规矩了，别生气啊。你去看看。谁啊？琉璃亭刘先生。这又是谁呀？都到家里来了。我也不认识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味道还挺好的。琉璃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息怒，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进的府门？你给我出！不是，息怒。
叫人拿下，送官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的。你干什么？姑娘若是求财，把人放了，一切好说。我不要钱，只要命。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，不如借命一用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哪来的怨仇？你我并无仇怨，可我和北凉不共戴天。在下与北凉也并无干系呀。徐之虎是徐骁的女儿，那你应该去卢府杀徐之虎才对啊。卢府戒备森严，再说了，卢家还有一个唐西剑仙卢白洁在，我也闯不进去。这可亮堂多了。是不是闹得大了些？越跋扈，京城那边越放心。真守礼了，反受忌惮。毕竟是世子哲家，岂能受辱？咱进去吧。今日是卢府失了待客之道，我替管家们给各位赔礼了。罢休剑，你是唐西剑仙卢白洁。李剑神面前不敢提剑仙二字，晚辈已久闻剑神大名，今日斗胆，愿领教两袖青蛇，砥砺剑道。你怎知李剑神在此？芦苇荡一战，李剑神威压四方，已传遍了江湖。前辈，可愿赐教？青鸟，大小姐，魏爷爷，大小姐，来得这么快。凤年呢？他去江心郡了。这个傻瓜。小叔，你这是？久别重逢，你们先叙旧吧。我知道了，卢白洁是卢家人里边唯一把徐之虎当做自家晚辈的。姑娘要杀徐之虎，确实不容易。女侠，你要杀的是徐家人，我可是姓刘啊！如今江南谁不知道？你和徐之虎面奸情热，杀了你，娘也常常心痛一次。姑娘，姑娘，那贱人虽然痴缠外子，但外子却对其嗤之以鼻，并无什么奸情。夫人怎么不跑？夫妻本同命，我怎能弃他而去？这么好的夫人，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与那徐之虎并无牵连，还对其厌恶有加。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喜欢你，所以杀了你，他一样心疼。姑娘饶命！女侠饶命！闭嘴！娘子救我！姑娘，我与宫里贵妃乃族亲，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。报仇的人不会想这么多。哎，等，女侠，我能帮你杀了徐之虎啊？怎么个帮法？那荡妇对我贼心不死，我约他私会，他定然会赴约。这浑水孽堂！我这就写信约徐之虎出来，你看我守护夫妻之礼，怎会逃脱呢？啊！也对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可以逃走，也可以大声叫喊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不敢，我寻笔墨。
接下来的话，不能让他听到。什么话？我和徐志虎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多谢大小姐。不必多礼，能见到北凉府里来的人，我心里高兴。坐吧。其他人也都安排好了住处，你放心就好。哎呀，只是凤年，他应该先来见我呀。世子也是听了传闻之后，想要亲自去看看。我和那琉璃亭之间，并非坊间所说的那样。怎么说？是你在纠缠徐志虎？确实如此。每逢徐志虎出门，我总会找机会偶遇，送诗文、赞美色，各种手段用尽，也算是费尽心机。换做其他女子，总会动容，可偏偏这徐志虎铁石心肠，始终将我拒之千里。那报国寺呢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也是一片痴心。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然后呢？他没瞧见我抓人衣袖，我当时随机应变，斥责徐志虎不守妇道，屡次纠缠。你反应倒是挺快的。也是无奈之举。之后呢？那次还是相信我，一气之下动了手。你还敢还手啊？待我刀兵还治刀兵，北凉人向来如此。所以，我和徐志虎之间并无情谊，他对我恐怕只有恨意。女侠如果要杀我，他并不会心痛。还是不对。既然是你纠缠徐志虎，那他为什么不出言反驳？这点我确实也想不明白。或许是他孤傲清高，不屑解释呢。那个琉璃亭素有闻名，而我呢，出自北凉，江南人把我们北凉人当作凶魔疯兽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那卢家呢？你毕竟是嫁过来的，他们对你应该不一样。说是嫁人，其实就是卢家和北凉的交易罢了。交易成了，我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要不当初怎么会找一个快要病死的娶我呀？小姐，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能用我自己换来北凉的盟友，我觉着挺好。我是说，您和琉璃亭的传闻。不认识的人毁我谤我，与我何干呀？我根本就懒得争辩。世子一定不会误解小姐的。我知道。他呀，怕是为我出气去了。空口白话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刘宝可以对天发誓啊！啊！卢家在江南什么地位？你能比吗？这个比不了。那你为何还要纠缠徐志虎？她虽是寡妇，但她也是卢家人。你和她传出这些闲话，不就得罪了卢家？徐志虎确实美貌，所以我对他都……为此，你就用你的前途冒险？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这解释不清了。
我看还是杀了你算了。女侠到底和北凉结的什么仇啊？你倒盘问起我来了。有些事儿，我要不知道女侠的身份。你就让我每天弄成这样，在府里走来走去。你还想走来走去？这是卢府，你就躲屋里别动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？总比丢了命好。有我在，他的命不会丢。多谢前辈，有前辈护佑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徐凤年叮嘱我护着你，要谢他吧，小丫头。谁要谢那家伙？老头，怎么了？我的神符呢？那个是我借给你的，你给弄丢了。小点声。是徐凤年那个小子刚才借走了。我的匕首，他凭什么借？他借神符做什么？这把匕首，认识吗？西楚传国匕首，神符。你倒是认识。史书记载，此匕首可换12城。这等宝物我有所听闻。你真的是西楚公主？你活到现在没有死？你希望我死了？哦，不敢不敢。那我知道了，徐消灭了楚国，公主因此有恨理所当然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听闻徐凤年快要到江南了，公主此时出现，我难免有所疑惑。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找机会杀了徐凤年。你不过就是个天头。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也是与北凉为敌啊！公主稍等。公主，你看，翰林院，京城的信，刘某的好友，现在是翰林院的庶吉士。败坏徐知府名声，是他教你的。他说，朝廷向来忌惮北凉，如今北凉与江南联姻，更是心腹之患。我若能败坏徐知府的声名，说不好就能让卢家和北凉反目。虽然这么做会惹恼卢家，可是说到底，险在地形。等我再去京城，未来前程不可限量。所以，这从头到尾都是阴谋，并不是什么君子好色。哎呀，怎么能说是阴谋呢？读书人为国效力总是应该的。这些事，他知道吗？并不知情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不是巧合，是我让人传了消息，才让内子赶来报国寺的。然后利用你夫人同族的关系，让宫里那位娘娘帮你大肆宣扬此事，这样你的名字就能被皇上听到。刘丽婷，你连自己的夫人都算计，顺势而为，怎么能说是算计呢？公主，这回该相信我了吧？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与北凉为敌啊。这么说来，确实如此。可你也真够狠的，徐知府可真被你给毁了。卢家家规森严，按我的想法，卢家最好能对他动家法，到时候死了都有可能。
只可惜卢白洁一直护着他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现在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如果能确定徐凤年的行程，有我和徐志火的传闻，大抵会单独接火。到时候公主出手杀了此贼，对你来说是报了国仇，而对我来说呢，就能彻底毁了卢家和北凉的盟约，两全其美啊！厉害啊！真不愧是读书人。信是谁写的？你又是谁？晋兰亭，没听说过。翰林院庶吉是这么多，世子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。张巨鹿，还是别人？不好判断，不过这手段倒是阴险。这个晋兰亭回头得好好查查。你刚才做的不错，但还是有破绽。他说他受京城指派时，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缓和下来。楚人恨徐骁，更恨黎阳皇室。他说他夫人跟皇室贵妃同族，你态度要更强硬，才符合扮演的身份。我哪有世子这么深的心思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徐凤年，刚听说你要杀我，这倒没什么。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，这就到我底线了。待我刀兵者，还以刀兵。琉璃亭是你自己选择，给你带来的终局。来人呐！世子，他怎么办？他打过我姐一巴掌，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。这事儿，就算跟他没关系了。就这么放了？要不杀了吧，顺手的事儿。做人做事儿，还是要有点底线。这是要把刘大人绑到哪里去啊？这是干什么事儿？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？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，并无伤亡。好。怎么把嘴堵上了？拿掉！救命啊！北凉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！喊，接着喊！徐凤年动有私刑，黎阳城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在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诸位，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。兄弟，你不能杀我。你要杀人，人便杀你，这就是天理公道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投降师傅门下。最后一点骨气也没保住，走，回阳城。走。徐凤年！徐凤年！徐凤年，你放开！徐凤年！你刚才还说芦苇当刺杀遇险，这会儿李建神也不在身边。此去江心郡，世子是临时起意，不会遇到刺杀的。可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他，他身边护卫众多，都还遇到刺杀，那黄蛮孤身去了龙虎山，岂不是更加艰险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应能自保。在神力中也是人。我当初还以为，只要我嫁过来江南，他们几个就能安稳地留在北凉。没想到，姐弟四个到头来，还是天各一方。小兄弟，请问这是龙虎山吗？嗯。请问上山该往哪边走？哦，多谢。
你在看什么？等山楂。山楂？等山楂熟了，我要留给我哥吃。你哥是谁？这是我哥。你姓什么？徐。哦。你是徐龙象。嗯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你是徐龙象。嗯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你想打架？都说徐家次子心诚如镜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阁下，想对我徒弟做什么呀？龙虎天师赵熙团。你又是谁呀？一场误会，在下来龙虎山也是为了寻人，打扰天师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老道士，咱们打他吗？三千红寺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晚辈也是奉命来寻人，还请天师通融。你刚才想动手？误会而已。给我徒弟认个错。在下一时糊涂，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了吗？这是我衣钵传人，你弯个腰就够了吗？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算。要不，我磕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后辈，不足挂齿。你走吧。多谢天师，多谢小王爷。能屈能伸呐，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。老道士别怕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。什么老道士，老道士，你得叫我师傅。老道士师傅。哎呦，行吧。相公，相公，夫人。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，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立亭有大人，这刘大人被谁拖在马后边？狮子，小心！
呀？又闯祸了？好像瘦了。姐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凤年，凤年，凤年。上柱国好悠闲呐！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，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！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。怎么？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，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。要是快输了，他把棋子儿全葫芦了。这棋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棋品呢？棋品如人品，啊！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。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江南密报，上柱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柱国还是看看吧。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。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亭家中，随即将刘黎亭绑于马后，拖至阳城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。跟我说这干什么？第二份密报，世子入阳城时遇刺客伏击。上柱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。上柱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？说什么？这些当宦官的，这弯绕就是多，啊，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，一点都不敞亮，这见着就烦。你们斗嘴，别扯我头上啊！刚才不算我啊，是他打扰的。哎，又赖。经查，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，血溅当场。跟你了，赶紧啊！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，誓死洪福齐天，
有惊无险，这会儿在卢府养伤呢。哎呀，哎呀！小心点，怎么样？伤口复原的还不错，只受了点皮外伤。要是再偏一点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这小子，姐，你放心，祸害1000年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你还说呢？知道有刺客，为何不小心防备？我这不是着急帮你出气吗？刘黎婷死了，他想害你，罪有应得。你知不知道他那发起想高官抓你？当街杀人，连王法都不管了。府衙不肯接状子，对外说是衙里官吏受了风寒。难道是怕了我世子身份？这是江南，怕你北凉世子做什么？要说啊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卢家早该把你赶出府去了，才不想为你接下这么大麻烦呢。那怎么就改主意了？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世子这一伤，可把卢家上上下下惊着了。本来刘黎婷一死，卢家就打算抽身事外，让世子自己去应对江南群情激愤。可偏偏这时候，刺客就伤了他。哎，还是怕北凉，啊？是啊，世子闹得再大，卢家都敢翻脸训斥，毕竟是有姻亲。可刺客这一闹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卢家就得小心护着世子，可不能让您觉着是他们下的杀手。哎，都是亲家，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的。亲家，卢道林是礼部尚书，人就在京城。上柱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来瞧过您一眼吗？大家都忙，没必要强求。这里就咱们3个，话就说得通透些。北凉和卢家是有姻亲，可卢家也不会把自个儿绑在北凉船上。要我说，世子到了阳城，卢家是要给个下马威，让圣上安心的。可刺客这一动手，反而要护着世子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好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，可不敢让你真出了什么事儿。要说咱爹这人徒的名声，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衙门不接状子，也是卢家安排的。名门士族在江南，那不跟土皇帝一样？有好处，那也得有坏处吧？坏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和北凉就走得太近了，在京城那边，恐怕说不过去。二乔是我在路边救的丫头，她不是卢家人。卢家就没几个好人，要不是世子你受了伤，平日连卢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。卢家对你这么苛刻？那是。好好换药，别胡说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咱们说正事儿，爹现在在京城，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。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，
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？上主国，陛下想看见什么，你该知道。陛下喜欢看什么，我哪知道？徐凤年在江南杀人，可说是凶悍暴虐。可陛下看着高兴，他闹得越厉害，江南文人越恨他，陛下就越满意。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，嗯？可这一受伤，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局势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要么这样，让陛下下一道旨意。下什么旨意？下旨，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，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闹翻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嘛。上主国莫开玩笑，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传令给凤年，让他杀自己的亲家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固镇，该怎么做？上主国自己掂量。这棋没法下下去。你说这刺杀跟这个寒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？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，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？上主国，不过寒雕寺说的也没错，卢家和北凉不闹翻，你要的世袭罔替就守不住，你就没备个后手？下棋啊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啊，这次啊，就看这小子运气了。要我说呢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伤稍微好一点了，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，做出个样子来，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徐骁让我来江南，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，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卢家。徐骁谋划良久，运筹帷幄，明棋暗棋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。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。别瞎说。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，他们又不能杀我，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。但你怎么办？你要留在卢家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对我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除了卢七爷，就没一个好人。你去换盆热水进来。哦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也不要乱想。好歹呢，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。他们待我再坏，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，只要守住世袭罔替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。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。为了大局，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？这样的大局，我宁愿不要。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。姐，你跟我走。你傻小子。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，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。再不成，我让人送你去武当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姐，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聊。好好休息。
姐不吵你。小姐，嘘。少爷一来，府里好说话多了。这个月的月例银子，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，比往常快乐许多呢。你坐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叫辆马车，别让府里发现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去祭拜亡灵。你要去刘家？嘘，小声一些。不能去啊，小姐！你这一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你真和琉璃亭有私情的。没事，按我说的办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凤年不忍心做的事，只能我来做。去吧。哪儿叫的马车？车马行，没让府里发现。嗯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刘家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凤年这孩子聪明，见不着我会问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小姐，不用担心。要不这样，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，省得留下来受欺负。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回去吧。江心郡琉璃亭府上。是。徐凤年受伤了，又没死。你听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徐骁让咱们俩一路同行，怕是不怀好意。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得靠徐凤年了。靠他？未雨绸缪，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听闻世子遭遇刺客，万幸并无大碍，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世子，怕是睡了。哎。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乔在吗？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。我们是来找世子的，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？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，我怎会知道？那我们再去问问。见过宰府。徐骁什么反应？说了半天，没句准话。听说儿子遇刺，也没反应吗？面不改色。哼，什么人土？分明是人精。徐骁费这么多事，就为了世袭罔替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要我看，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。
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。北凉不能再姓徐，刺杀也落空了。李淳罡在徐凤年身边，那就是杀不掉了。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，龙虎山藏的那位，应该能和李淳罡抗衡。无底潭边钓鱼人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山下有个无底潭？哎，杀个小舅子还真不容易。龙虎山藏了高手，这种江湖事，宰府何必劳神？总之，请宰府放心，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。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，为何帮我？绥靖之策，后患无穷。是这道理。杀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然而，当断则断，乱一时好过乱一世。有我在，定能平定风波。宰府真是国之干城，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，我也不会信。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，但我先提个醒：若有伤国体，我不会放过。要杀徐凤年，就别拖太久。请宰府静待佳音。还真有钓鱼人。去试试。去江心郡不会这么快，为何停车？去啊！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蛮夷。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？别再委屈自己。
我整天追着你跑，我的伤可好不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他是死了吗？睡着了。前辈如何做到的？福将红甲都给了你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傅。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？这您都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，是为了杀徐凤年。您是神仙吗？为何要杀徐凤年？为国除害。不对，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，趁乱而起，夺取皇座。这是传国玉玺。掉了。不，我怎么了？那是幻梦吗？百官臣服，天下至尊。这是美梦。您能走入我的内心，您真的是神仙。人力终有时而穷，而思绪的变幻，却有着无限的可能。繁华山色，春雨冬雷，入眼入耳，终是入心。喜怒哀乐，爱恨冤仇，皆自心起。人心，才是躯体之主，万物之精。我的功法，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。刚才我用这喜印乱了你的心神，随即引你入梦。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。都是梦。
那只玉玺，假的。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，才能瞬间破你心防。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，就是至高皇座。这种功法，岂不是和天神一般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，猜测你的心思，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，才能引你入梦。您了解我？我早就知道你。我听师父说，您也是皇族。我不会出山。北凉拥兵自重，未来一定是黎阳朝的心腹大患。杀了徐凤年，才能消除隐患。没钓到鱼，我出不了山。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帮您钓。好啊，那你就先试试，把那钓竿拔出。啊？这水潭有多深啊？韩雕寺没说，这是无底潭吗？无底？那您在钓什么呢？千年胶泥。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您说测人心思、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，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？韩雕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，自然容易。您钓胶泥多少年？20多年了，还没钓到。按辈分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不用算辈分，叫名字就好。赵黄巢。哎，晚辈可不敢。叫先生吧，总归还是得尊敬些。今日不下棋了？这几日下棋，一直等你开口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直接问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拜托你帮我查一下20余年前，我们家那口子在京城被伏击之事，都有谁？实在是难查呀。是难查，可每次咱们一碰面，你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未有进展。这次来京城，咱俩碰面，杨太岁，你对此事只字不提，刻意回避。查到什么了？具体名单无从入手。不过，倒是有一个消息：当年王妃遇伏，有一个人在京城。谁？只是在京城啊，未必参与动手。你说，我来查。这个名字，我迟迟忍着不说，就怕给你惹来祸端。我会怕吗？说说看。
先生，您都在这钓20多年了，偶尔出山走走，回来再钓，不是也一样吗？20年前与人交手，攻法反噬，如今靠着无底潭镇住心神。若无教你，我一生都无法出山。谁能上得了您啊？还能有谁啊？武帝城那位王先知。这么说，20多年前您去过武帝城？在京城交的手。王先知去过京城，怎么没人知道？那夜发生了大事儿，有关的消息都被抹除了。20多年前，京城发生过什么大事？要不是我碰见了王先知，那一晚，吴素怕是没机会活着离开京城。吴素。吴素，北凉王妃。那丫头，算是吴家剑种中历年来天资最好的一个。北凉王妃在京城遇刺，虽负重伤，毕竟全身而退。要是没那一战啊，她也不会那么早死。如此天大之事，怎么会悄无声息？事与密成，予以谢败。就是因为事儿大，才要无人知啊。京城动手，是先皇的意思吗？不然谁敢动手啊？那时开国不久，为何要对北凉王妃下手呢？徐骁灭了6国，功高盖世，赏无可赏。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吴素怀有身孕的消息。之前，这徐骁也只有女儿，一切都好说。可万一这北凉有了传承，多少人夜不能寐啊！吴素既然未死，徐骁为何不反？京城提心吊胆数年，始终不解的也是这个疑问。当年他遇伏受伤，回北凉后，只字未提。我那时候脾气暴，若知此事，我一定会对京城起兵的。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有了黄门儿之后，他旧伤复发，我才得知真相。可那时候，我已经有了儿子女儿。哎，你要知道，一个有家室的人做起选择来，顾虑就会很多。哎呀，他是最了解我的，怕我重启乱世，所以到最后一刻，才说出了真相。我这辈子，被他吃得死死的。王妃用心良苦啊！我是答应过他不为此事起兵，但我没说不报仇啊。他不肯说是谁跟他动的手，那我自己查，甭管是谁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杨太岁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决心。现在，说说那个人是谁吧。王先知那晚出现在京城。武帝城的王先知，我一直不愿意说，我就觉得这事儿蹊跷。王妃的剑术是通神，可她怎么也不会是王先知的对手啊。
能跟王先知交上手的，也就3、4人。如果那晚王先知真的出手，王妃恐怕离不开京城。还有一点，我才得到的消息，世子刚决定要去武帝城，我这边就知道了王先知那晚出现了，这未免太巧了吧？这消息是真是假？核查过了，是真的。给消息的人啊，就盼着我冲去武帝城，最好死在王先知的手里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。你明白这点就好。你有飞去江南的信鸽吗？借来用用。哎，凤年终归要去武帝城，让他亲口去问。哎呀，这王先知喜怒不定，世子行事跋扈，我怕害了世子。你不明白，这样的消息要不告诉他，他会恨死我的。在凤年的心里，他娘的死是过不去的一道关。若先生无法离开龙虎山，也有个法子。徐凤年一行应该会路过龙虎山看他的弟弟徐龙象，到时我设法把他引到此处，请先生动手。我也未必就能赢得了这李存刚。现神当真如此可怕？更何况这徐凤年不能死。黎阳朝经不起北凉之乱。徐凤年锋芒暗藏，绝非纨绔之辈。若他接手北凉，也是大患。不杀他，但可以毁了他。先生何意？你看，那儿有一块石头，翻开。翻开看看。无数生平记事，这有什么用？要想让人被我的功法所控制，最重要的就是乱其心神。你刚才被这传国玉玺所震慑，才会这么快的入梦。因为在你心里，最重要就是皇权。而徐凤年呢，他的生平琐事我也都看过，从细节中不难发现，吴素在他心中弥足珍贵。所以这本册子最容易使徐凤年心神紊乱。光有文字还不够，在某些纸页上还有别样的图形花纹。我这功法未必一定要我亲自去施展，通过图形，一样能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的内心情绪。为什么我看着没什么感觉？这个呀，是专为徐凤年准备的，别人看了不碍事儿。是针对艺人。要了解一个人的生平细节，才能做成对他有效的图形划分，暗中调控他的情绪。看了这个，徐凤年就能做噩梦？不，是要让他陷入回忆，他会梦见自己心中最想见的人。做个梦，又能怎样？我要斩灭他心中的无所。之前那一页正好提到了当年京城一战，这消息对徐凤年很重要，也是他心底里最乱的时候。此刻，突然看到这张图，
会让他深深地印在脑海中。之后呢？之后入梦，这途中的天龙会在他心中闪现，占据他心底的依靠。换句话说，不要让乌苏在他眼前再死一遍。除非他心智超群，否则徐凤年必定崩溃。说不好，他还会变成一个疯子，一个废了的徐凤年，成为北凉下一代主人。这对皇族来说，不是最好的结果。如果他的心智超群，这种人世上万中无一，徐凤年他没这资格。先生早就在准备这一切。就算是终老山间，我也终究是姓赵啊。我这就出山，把这份大礼送到徐凤年手上。若是徐凤年能够熬过这一关，就把他带来此处吧。小姐喝药。再加点糖。嗯。怕苦。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天天喝药。你摸摸。身子虚，就算是夏天也是手脚冰凉，精神往往不济。得找个好大夫瞧瞧啊。没用的，都看过了。再好的大夫也说了，这气血有亏，治不好的。姐，你还是跟我回北凉吧。这事儿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必须留下。姐，好了好了，要不这样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既然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想一想怎么跟江南文坛闹翻，让京城那边放心。这件事不能着急，要等一个契机。什么契机？江南文坛常有聚会，找个机会闯进去大闹一场，既能惹得文人痛恨，又显得我无理傲慢，两全其美。那也不能老是坏自己名声啊。用姐的话说，那些草木鱼虫怎么看，我不在乎，只要你们懂我就够了。大小姐，魏爷爷，人又来了，在哪儿？门外悄悄守着，应该是等世子出现，要不赶他走。姐，我去看一眼。好。恶贼，拿命来！想杀我，我杀琉璃亭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不后悔。但是你恨我也是理所应当，我能理解。北凉权势7天，你当街杀人，江南府衙居然没人敢接手这个案子。我不得已，一国法治要以贵贱分人，我很失望。呸！你的事儿，我已经送信去了京城，用不了几日，你的报应就会到的。宫里那位跟你同族的娘娘是吧？我刚得到消息，
那位娘娘已经入了冷宫。你胡说！这种事儿怎么骗人？我消息比你快，不出几日，你也会听到传闻。怎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因为皇室不想为了你们跟北凉闹翻。这件事我同样感到遗憾。琉璃亭明明有招死之道，我还等着公堂对质，还我姐姐清白名声，没想到一条人命就这么给压下去了。黎阳所为，令人心寒。你尽管得意吧，终有一日你会恶贯满盈。不是得意，不是讽刺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杀琉璃亭，我也不认为是为恶。这一切都是他暗中策划，想借礼教手段害我姐姐性命。太胡言！我话已至此，不会再多说。以后别再来了。你不可能杀得了我。我死了就是变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他也是被琉璃亭所蒙骗，不该因此丢掉性命。就怕从此以后，他一心想杀你。有仇恨，才有活下去的念想。七爷，琉璃亭的亡妻又来了。琉璃亭处心积虑败坏我卢家名声，死不足惜。那许凤年出去见他了。他要赶尽杀绝？那倒没有，说了几句话，那女子就走了。找人看着点，别让徐凤年把人家灭门了。是。还有，跟家里说一下，别再对徐之虎那么苛刻。他也是个苦命的人。七爷说的是。有话你就说呀。后院有人看见徐凤年带来了2个女子，他说其中一个女的好像是西楚人。前几天宁寒梅的事情已经办妥了，马车就在后门附近，没让陆家发现。要不去看看？七爷，前些日子我给徐之虎那边送月例银子，叫少奶奶。对，给少奶奶送月例银子，然后撞上了徐凤年带来的2位女子，2个人都面纱蒙着脸。这些日子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面熟。你觉得他是西楚人？是。你见过西楚人？是，大爷曾去西楚做客，我有幸随行一路服侍。说重点。西楚王室曾设宴款待，席上有西楚剑士献剑舞。徐凤年身边的那个女子，瞧长相和气质都跟那个西楚剑士极像。你凭长相就觉得他是西楚人？当时我在廊下观舞，混在下人里的还有一个楚国的小女孩，也一直在看着殿内。我记得清楚，那个小女孩就抱着一只小白猫。如今徐凤年身边的女子也抱着一只白猫，长相又极其相似，总觉得也太巧了些。不对呀，西楚是徐骁王的国，徐凤年身边怎么会有西楚剑士的后人？更何况，徐骁明明知道我们卢家与西楚不共戴天，他怎么会把这样的人带来江南？走，带我去看看那2个女子的住处。那2个女子明明就是住在这里的，
行李都没了。去问一下。是。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我们俩搬出去？世子的意思。他自己为什么不搬啊？我又不怕卢家。世子。那我怕卢家不成？卢家当年嫡子从军，死于西楚国战，所以他们对你是仇深似海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怎么跟于有为一样啰里啰嗦？哎，我仔细想了想，徐骁没有做过多余的事儿。什么意思？他做事用人看似随意，但往往严丝合缝，暗藏深意。自从吕钱塘战死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他为什么要让你和于有为随我同行？那你说是为什么？为了世袭罔替，徐骁希望我和卢家闹翻，但他知道我的性子，不会让大姐为难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假设：如果卢家的人认出了你，或者于有为，会发生什么？那卢家肯定要杀了我们报仇啊！之后我和卢家必定翻脸，他世袭罔替的谋划也就成了。我就说吧，让咱们俩随行，绝对有阴谋。徐骁常说“为达目的不惜代价”，这一行，你们二人恐怕就是代价。那为什么到今天才让我们离开？我也是这几日养伤才想到这步暗棋。不管真假，小心为上。我已经让凤子营帮你们找了住处，你们先藏藏。到时候一起离开江南，后面就一帆风顺了。七爷，问过了，人才搬走。若这两个人没问题，徐凤年何必让他们搬出卢府？这么看来，这事儿确实透着古怪。我看还是让他把人叫来认一认。谁也不许提这个事情。就这么算了，若真是楚人，那是血海深仇啊！不能明面冲突，人肯定是要认，但绝不能由我们卢家亲自出面。七爷，您的意思？有个局需要你帮手。你们卢家和北凉是一丘之貉，怎么杀人还不够啊？如果说这个局是专门为徐凤年而设的呢？不可能，你们是儿女亲家。是，我们是儿女亲家。我对徐之虎也一直心存善意，但是他们如果触碰我卢家的底线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丈夫死了，我也有兄长身亡，很多事情，过去再多年，也不算是过去了。什么局？这些天就不要出门了。真要找，总能找到。卢家人为什么要找你们？2个丫鬟而已。如果真是徐骁要把我交给卢家，搬哪儿都一样。世子会保你们的。那你呢？若徐骁下令，你听谁的？楚国余孽，
不能确认，要找到他们，细细的问。那寻我做什么？在阳城还有你们卢家找不到的人。兴师动众，肯定能找到。要是闹大了，怎么收场啊？你们怕北凉？35万大军，谁不忌惮？不确定那2个丫鬟的身份，绝不能撕破脸。要我帮你们找人？不用。那要我做什么？办一场清谈辩难，邀遍江南学子，唯独要避开我卢家。地点？报国寺。时间嘛，就定在5日之后吧。你要去哪儿？继续东行。这一行还要去龙虎山看黄马儿，去圣阴学宫看二姐。可你这还有伤啊。早就好了，再换个2次药，有个4、5日就可以动身了。姐要是舍不得，就跟我一起走。嫁出来了就回不去了，等你接掌北凉，就来接姐回家，这不是咱说好的吗？那你等我。嗯。你千万要记得，在离开之前大闹江南，京城那边才会给你世袭罔替。放心，已经去城里打听这几日是否有文坛聚会。另外还有江宁那边，你可要小心，不能让卢家知道他的身份。不会让江宁再进卢家。西楚亡了。不然江宁这公主身份倒也配得上你。这是说哪儿去了？你不说我都知道，在你心里啊，江宁跟其他丫头不一样。只是你的婚事，爹恐怕另有安排。江宁这儿，怕是没什么名分了。这事儿徐骁说了不算，我的人生我自己选。你呀，从小跟爹怄气。没办法。脾气不合，胡说！你们是父子。凤年，娘去世的事儿，不能怪爹。姐，咱不说这个。你是不是还没有从这件事走出来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看，前辈，您把神符收起来了。不然呢？戴头上怕卢家认不出神符。原来前辈早有戒备，是徐凤年让你来提醒我的。是王爷有事儿，烦请前辈。徐骁，嘘。王爷答应前辈的事儿，正在办呢，还请前辈放心。徐骁在京城传话给你。这年头，谁还不养几只鸽子？徐凤年知道吗？看来是不知道啊。徐骁想做什么？王爷想借前辈一样东西。这个。原来是魏先生，这几天也没怎么见着你。苦命人四处奔波，为世子打探消息，这不，正有事禀报呢。世子应该在大小姐的屋里。去吧。您刚才在和剑神前辈说话？突然问这个做什么？您说剑神前辈能指点我吗？指点。那
那可是李剑神，若能得他指点，受益无穷。那你得自己去问他。这我可不敢。江湖传闻，李剑神和神仙没什么区别。倒是魏先生和前辈挺熟。你可猜错了，我跟前辈不熟。刚才我们也不是聊天，我就是为前辈呢借了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什么？你不是有事儿要向世子禀报吗？我呢，得去街上转转。盒子里是什么？徐凤年是你刺伤的，可惜没死啊！真想杀徐凤年，我们完全可以合作。不高兴。如果是为了赏金，我完全不要全都给你。哼，事成之后我加钱给你都行。我不信。那你要怎样？徐凤年是我的猎物，别人不许碰他。姑娘可真霸道。不如动手，姐姐。等他离开阳城，你我各凭手段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盒子里是什么呢？你忍着点儿，苦归苦，每天都得喝。世子，进来。大小姐，怎么了？世子，这几日城中有个传闻，说有场清谈变难，江南名士都会出席。没请卢家？说。是琉璃亭遗孀办的，所有人都请了，独独漏了卢家。他说，卢家家风败坏，没有资格领袖江南文坛，还骂我了吧？在哪儿？报国寺。变难题目是什么？王霸之变。好题目。徐凤年真的会来吗？徐骁此时就在京城。什么？陛下始终没见他。这跟徐凤年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徐凤年为什么来江南？来见他那个不知廉耻的姐姐。他是来闯祸的。你放心，报国寺变难，徐凤年一定会出现。世子，明天出城。要走了？青鸟先护你们出去，城外报国寺会合。去烧香？去吵架。进去聊聊。怎么了？别让他们听见。没事，你们在院子里等一下，
现在只有我们俩。你还记得我娘过世的那天吗？记得。他会一直住在你心里，一直看着你。擦干净，别让他看见你哭。你当时告诉我娘会住在我心里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哭过。我试着照顾黄曼儿，照顾2个姐姐，替我娘保护她们，这样一家人就不会散。可是最终我还是没做到。大姐嫁来了江南，二姐去了上阴学宫，黄曼儿也被逼去了龙虎山，这一家人还是散了。只要你继任北凉王，就能把他们接回来。我怕来不及了。什么意思？大姐天天喝药，我有点担心。私下里问了阳城的名医，结果呢？无药可医。小姐，世子都要走了，你的病不跟他说吗？说了也没用。阿乔，帮我把这身衣服换上。到底是什么病？说是气血亏虚。这也算常见，补益气血就好了。没法补。什么叫没法补？大姐的气血精力比常人消耗的更快，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，不会停止，直到燃尽。